到咩你？喂，小寶，我講過一定會翻嚟揾你。賭孟俊興喺10招之內打低我幾個不成才嘅手下，咁又未必。未必咩？咁我買多100萬響賭你打唔贏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仲有一招。喂，女嚟喎！乜家伙？除咗天下第一任玉旗人物官散之外，我愛一碌角實在可以稱霸人戰界。呢隻嘢莫講話唔掂啦，問下都唔掂啊！狗王咩？好噶！小活下巴，啲鞋都唔着啊！喂，後邊唔好頂頂供咧！喂，好香喎！因為我有咗你嘅骨肉咯。嚇得我騰震啊！死八婆，遲早滾你上床，滾大埋你個肚！講咩啊？行快啲！啊！係嘛？呼拉圈都諗住攞嚟殺人。啊！送禮，唔玩啊！咁都俾我拋窒佢喎！各位老婆，我哋